有98栋历史的第一家古厝，近年来除了开放成社区博物馆，去年中秋3代亲友的见证，嘛为13殿文化工作室揭牌。在新的一档延续这份热情，社区大学大港分校结合阿兰区公所、昆山科技大学空间设计系师生，共同推动微型公共艺术。伫古早门窗或者是墙顶设计灯箱，这拢是学生经过产业调查，用伫大港过去龙溪川生活故事的手绘作品，借此留下珍贵的历史回忆，也互第一家后代相当感动。我们都是以画作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，就是成为一个历史的一个回忆。像光帽就是代表这些人可以，希望这些人可以升官发财。然后像竹子的话，就是节节高升。我看这些灯箱的时候，我感觉看这看法心情会好起来，真欢喜。是讲等于讲吼，迄脑筋内底咧，伫阮阿嬷甲阮安尼想较近嘛，迄是古早的经验。把过去的生活文化历史隐藏在一个艺术品当中，去转印出来，让更多人来看的时候，可以从这样的艺术品去了解到先人大港先民拍拼的故事。那更重要的是，它嘛是讲过去，它有个愿景在。这个愿景就是讲，看到咱过去的农村是有文化的。有在地亲近的文化艺术，确实使人感动。会中阿兰区公所嘛颁发青年社会参与的感谢奖，由3位同学代表接受。地区跟我们的一个科技大学来做一个地区的一个文化的连接哦，来创作一些像咱这地古厝啊好啊，还有迄个微型创作，然后把我们的台江历史文化把它融入。青年以专业技术，除了制作大港文化灯箱，也推出3D 数位动画来活化第一家古厝的实景空间。伫首次放送选定第一家厅堂特别有意义，也为大港乡村佮加添一位文化景点。今日新闻，阮吉采访报道。